Hello，大家好，Winnie 啊，又介紹新嘅中山酒店。今次介紹係中山科技大學嘅 Carriott 嘅海利亞德酒店。跟住今日我係住 B 棟嘅403號房，所以係 room number 係 B403。好 ，room tour 一下，睇下大家喜唔喜歡呢間房先。咁開放式衣櫃啦。茶包就有兩款茶包，有綠茶包同埋好罕見嘅保利茶包。普通嘅有兩樽水啦，一個較為細嘅電視。好，咁呢度就有一張寫字台，以供你食嘢又得，做嘢又得，玩嘢又得咁樣啦。另外我張係大床房，呢度有個小嘅位置，除咗係望出去民居之外啦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愛嚟當梳化用嘅個窗台，咁慳翻啲位都幾好。咁床頭燈啦，呢度呢邊床邊係冇叉電位嘅。好啦，張床都算大嘅，都有1.8米以上嘅，咁都好寬敞。咁有兩邊嘅床頭燈啦，咁呢度就有一啲插線俾你插嗰個叉電器啊嗰啲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呢度就有一個直身鏡。好啦，洗手間應有用品都有，洗手盆啦、拖叻啦、手揸花灑啦，不過冇頭灑。咁今次我係跟關鍵旅遊過嚟嘅，咁呢間房我就查過啦，呢間房係257蚊一晚港紙，咁跟關鍵旅遊都會平少少。希望你哋喜歡 Winnie 嘅介紹，咁大家 share 多啲俾朋友，點擊讚許我多啲，咁我就拍多啲片俾大家睇。咁希望你喜歡，多謝晒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